来看咱国内消息，食物件真正的细致，有乡亲收到花莲真有名的麻糍店的礼盒啊，还未过期，还过一个拍开，发现讲已经生菇啊，惊一个唔敢食。这当事店家回应讲，可能是运送的过程中有去弄破去，指出讲呢，这个脱氧剂失效。在这消息了，已经主动通报主管机关。这个没认中，这个不是花生哦。展开包装，内底是花莲冰店麻糍，不过色水乃看起来怪怪。有绿色的霉菌在上面，对。包装内底嘛有脱氧剂，不过麻糍煞有明显生菇。看到这个样子，连开都不想开。张小姐11号欢喜收到麻糍礼盒，保存日期到26号。23号想要拍开来吃，所发现2包已经生菇，另外2包虽然看起来无代志，不过伊嘛惊到唔敢吃。这2包是看起来阁好好啦。食都惊惊。啊，是你若摕去送啊，你人会甲你讲安尼，你会歹势。一定歹势啊！是。这咱家己看，咱都唔敢食，要搁摕去送人。扣投诉是花莲有名麻糍，对这边无跳开包装，无过期的麻糍生菇，当事店家赶紧出面回应。本次商品绝非它在制作或者是包装的过程中发生就是破损，那有可能是在我们的运输或者是展售转运的途中发生碰撞。那导致脱氧剂失效。看到生菇的物件，民众难免的心惊惊，医生嘛提醒，若是无顺利食落去，可能会食物中毒。食物中毒的话，一般症状都急性肠胃炎的表现，就算没有超过保存期限，如果外观已经有破损，那标志就丢掉。今日这里收礼本来应该是一件欢喜的代志，所以因为物件生菇影响到好心情，收礼的人是心惊惊，送礼的人是庆冷汗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